后来因为这个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甲宽南市场爆发着菌株的感染，所以台北市政府来制出着市场专案，要针对农产、渔产、畜产甲花卉市场的摊商，专门来做检测。到24个疫情的热区来设 PCR 的体检站，包括宽南市场、滨江市场、万代国小甲万代前进指挥所。按算伫个7月初3进前完成11200件的体检。未来这份 PCR 采检的报告将会将做重要人员进出批发市场管制条件。顺这个停车格，民众慢慢行，等要体检。这是宽南市场6楼的停车场，为今日就开始作为 PCR 体检的临时场所。市场驻地会工作人员用风扇呼吁现场排列的摊商要保持距离。北农宽南市场发生菌株传染，台北市政府实施市场专案，包括农产、渔产、畜产、花卉4大批发市场进行全面的体检。这个检验报告将作为出入批发市场的管制条件。现场的摊商在检验完 PCR 之后呢，都必须要用这样子的一张告示哦，跟自己的健保卡来一起拍照之后呢，才能够作为未来进入到市场的依据。我们若是宽南市场呢，因为疫情影响，这个北农冇因应的对称。这个动作主要是我们从7月7号开始，我们要凭着有 PCR 阴性证明，然后他也确实在我们这边做过 PCR， 所以会有一个他的今天来做的日期跟通关没有问题的标示。那7号之后，他就必须要凭着这个证明，然后进入我们的批发市场里面去采购他们需要的货。目前全台北市有4个点作为 PCR 体检的专案场所，包括万代国小，估计容量每天有1000人；万代前进指挥所，每天有800人；宽南市场每天有2800人；滨江市场有3000人，总共会使完成11200件，并伫7月初3进前会使完成体检。民意是为天市场更加是民众一定会去买物件的所在，疫情这把火烧入去市场，所以讲台北市政府唔敢大意。提管规家来管制。